同學們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處理嘅係2016年 DSE 卷1嘅第10題，亦都即係紅心番薯嘅第10題。咁呢條題目呢，佢係問本文呢就以番薯比喻做人，咁就叫我哋綜合全文，指出呢以下嘅番薯呢，比喻具備邊一啲特點嘅人。其實呢條呢，表面上就問緊番薯，實際上其實佢又係問緊比喻。咁比喻其實 DSE 咧歷年都出嘅，基本上每一年我哋都會見到佢。咁所以我哋要好好掌握呢一類嘅題目。咁首先我哋先審題先，審一審佢個事例。個事例呢，佢就話第16段與野草爭着方寸嘅番薯，喺惡劣環境中仍具頑強生命力嘅人。首先，我哋見到咧題目係4分嘅，咁所以下邊應該係每個係2分2分。咁亦都即係話倒推返上邊，我哋要將呢一個答案呢個事例拆做2部分。咁拆做2部分嘅時候咧，我相信大家都會拆到係呢2部分㗎。咁然之後喺呢2部分嘅時候咧，我哋要諗一諗呢2部分到底佢係代表緊啲乜？喺惡劣環境中仍具頑強生命力嘅人，頑強生命力應該就係個特點，即係人嘅特點。咁呢一個係咩呢？在惡劣環境中，個重點其實就係喺個環境度，即係話其實呢一個係個處境，係喺呢一個處境入邊依然可以有呢個特點嘅人，咁就係比喻緊番薯。我哋再對應返題目同佢個作答事例，與野草爭着方寸，野草就係個惡劣環境啦。因為野草會吸收或者會搶啦番薯嘅養分，所以喺嗰個位，其實呢一度就係番薯身處嘅處境。然之後爭着方寸，個爭字爭啊嘛，即係喺呢個咁惡劣嘅環境入邊，佢都依然要爭土地，依然要爭個養分，咁就係個頑強生命力啦。如果我哋望返閱讀材料，其實就係番薯是最強悍的嘅呢一個位，同埋看到人所耕種的植物都被野草吞滅了，咁呢2個就係互相對應啦。咁喺呢一度，我哋就會得知到，原來呢一條呢，佢各2項都係我哋要俾1分嘅處境，同埋要俾1分嘅特點，咁就各1分。而且個特點同處境要係同左邊嘅呢個描述係完全扣連嘅。咁我哋先望一望第19條。19條，站在陽台上，我看到父親去年給我嘅紅心番薯，我任意種喺花盆入邊。深藍紅咗的番薯，其實大家一定望到就係最尾嘅呢一句，為什麼番薯嘅心還紅着，父親嘅髮竟白了，應該就係呢一句啦。咁個紅係咩呢？個紅，我哋再望一望呢一篇文章，佢小小嘅紅心番薯係尋找着佢熟悉嘅土地㗎。土地喺上邊，其實理解係故鄉。同學可能話：如果我喺象徵嗰度我答錯咗，唔知道係故鄉，有冇機會揾到個答案啊？其實仲有㗎。我哋望一望上邊，其實上邊都有紅心番薯。第13段，紅心番薯則是父親南洋夢裏嘅相思。然之後去到第12段，普普通通嘅紅心番薯，炙烤過嘅香氣，穿過數年嘅煙火，溫暖咗一位年輕戰士嘅心。跟住再去到文章嘅第8段，
台灣嘅樣子像極了紅心嘅番薯。第9段，原來喺東北會落雪嘅故鄉都遍身着紅心嘅番薯。咁我哋會見到其實作者係將紅心番薯等於人㗎，等於人嘅故鄉。所以有一個特點就係心懷紅着嘅番薯，其中一個特點即係比喻人嘅特點啦，就應該係佢係思念故鄉㗎，佢係掛念故鄉㗎。咁所以第一個就應該係心係故鄉。咁前邊係咩呢？個處境係咩呢？有同學即刻就會諗到，我間咗為什麼番薯的心還紅着，父親的髮竟白了喎？咁個處境係咪就係年華老去啊？所以好同學不加思索就會即刻寫年華老去。但係呢一度其實犯咗一個致命嘅缺點，致命嘅錯誤之處就係年華老去，佢並非一個處境，佢扣連唔到事例入邊嘅在惡劣環境中呢個處境。所以我哋要將年華老去變成一個處境，即係變成一個外在嘅因素。咁所以喺呢一個位，佢就唔應該係年華老去啦，而係同年華老去相關嘅外在因素。咁乜嘢外在因素令到我哋年華老去啊？當然就係時間啦。所以其實應該就係經過時間，經過時間嘅流逝，經過時間嘅流逝，然之後仍心係家鄉、心係故鄉嘅人。好多同學會漏咗個仍字。首先，個仍字係唔可以冇㗎，因為我哋要強調嘅係個延續性。外在嘅時間流逝，佢都仍然心係家鄉。第二，呢一個仍字其實正正就係回應緊個還字，所以呢個仍字係不可或缺㗎。咁喺呢一度，我哋亦都可以再解間返，其實個紅着個心就係心係家鄉，心係故鄉。然之後個還字其實強調緊時間，所以就係經過時間嘅流逝啦。然之後去到第20段，20段埋在建築工地嘅番薯。首先我哋望一望，都係啦，一個處境，一個特點。我哋先揾一揾個處境。番薯呢，第20段嘅埋在建築工地嘅番薯，相關嘅描述喺邊度呢？就係我哋循第2行，父親喺堆置嘅磚塊縫中認出幾片番薯葉子，揾到一株幾乎被完全掩埋嘅根。跟住去到第5行，那株被埋在建築工地嘅番薯係有着逃難嘅身世。由於佢嘅腳喺泥土上邊腐爛，都無法掩埋它。比起呢一啲種喺花盆嘅番薯，佢有着另外嘅命運不同嘅幸福，就好似我哋遠離咗8年嘅戰亂。父親仲話：你睇下呢個番薯，番薯根上邊只要有土，佢都可以生長出來。咁呢個表面上、客觀上當然係講緊番薯，你種喺土入邊，佢會生長啦，佢吸收養分、吸收陽光，有水佢就會生長。但係喺深層嚟講，象徵嘅意義嚟講，其實泥土係象徵住家鄉啊嘛。咁我哋就要諗一諗啦，到底埋在建築工地嘅番薯，佢係指緊啲乜嘢呢？首先比較易嘅係佢好明確點出咗個處境俾我哋。個處境就係建築工地。咁建築工地係點嘅呢？
睇第20段，其實有對建築工地相關嘅描述㗎，就係第20段嘅第一行，工地堆滿了磚塊和沙石。喺磚塊縫入邊先至揾到番薯，即係咩意思？磚塊同沙石其實都係不利於番薯生長㗎，所以其實建築工地其實就係比喻緊一個番薯唔係咁易生長嘅環境，亦都即係人唔係咁易成長嘅環境。咁咩環境係令到番薯或者人唔係咁易成長嘅呢？我哋去到呢一段嘅第6行，我哋遠離咗8年嘅戰亂，仲有係逃難嘅身世。咁逃難係逃咩難呢？有人就會寫係戰爭，但係如果我哋廣而化之去諗，其實佢唔係淨係講戰爭㗎喎，佢可以講譬如其他嘅嘢，譬如可能係饑荒等等。咁所以如果淨係講戰爭嘅話，我哋只不過係勾住父親呢一個事件去講，而冇去將佢變翻廣泛。咁難，我哋配翻個詞比較易嘅，應該就係苦難啦。所以個處境應該就係在苦難中。或者有同學直接寫惡劣環境中，其實都係可以㗎。然之後，我哋要諗佢嘅特點。個處境我哋諗到啦，就係喺苦難入邊，爸爸就話啦，根上只要有土，佢就可以長出來。根上只要有土，個土係咩呢？我哋又諗翻上面嘅講述，土就係故鄉嘅情懷，心係故鄉。咁腳喺土上邊，苦難無法掩埋它，佢就可以長出來。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，只要佢個根係連住個土，即係話只要個番薯係連係住心係故鄉，佢就可以繼續生長。咁我哋只需要將呢一句句子同人拉上關係得㗎啦。就係喺苦難入邊，只要個人心係故鄉，佢就可以長出來，即係話就可以活下去。有同學就話啦：哇，點會諗到啊？活下去喎，心係故鄉喎。其實當我哋諗到呢個答案嘅時候，我哋調轉再諗一諗，其實並唔意外㗎。第一，文本係有足夠嘅證據，爸爸嘅説明啦，同埋佢後邊嘅説明，苦難也無法掩埋它。其實佢出現咗2次㗎。父親說：你看看這番薯，根上只要有土，佢就可以長出來。同埋下邊，由於佢嘅腳喺泥土上邊，即係根咯，苦難無法掩埋它，掩埋唔到咪會生出嚟咯。所以呢2句其實係重複咗㗎。其實呢一句都係作者或者考評局話俾大家聽呢句重要嘅意思。咁如果我哋睇唔到，其實係唔係咁敏感㗎。第二，就我哋諗一諗爸爸嘅經歷。呢一篇文入邊，爸爸咧佢係去咗南洋度做打仗嘅時候，咪正係咯，童心番薯隻烤嘅氣味，呼喚爸爸平安回到家鄉。平安咪就正係生存咯。所以其實無論喺文本嘅經歷，定係喺文本關於紅心番薯建築工地入邊嘅番薯嘅相關證據，都係有充分嘅證據㗎。所以呢一條個答案就係喺苦難之中，只要心係家故鄉，就能活下去嘅人。希望今次嘅講解幫到大家。